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。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网仔哥哥。之前有甲大家介绍过一寡我的网仔亲情，今仔日要讲的是全世界种类上介济的动物——汤拖。这像诶，汤拖汉字写做汤拖，罗马字写做特昂糖、特瓦拖。糖第5条，拖第7条。世界上已经发现的糖拖，早就超过100万种啊！因是一种无梁骨，身躯分做头、胸、腹3节，有6支脚、后眼，甲一对触角的动物。住伫咱厝内的糖拖，常在会看到的有。1点钟会当飞40公里。是个达标钟震动300摆的好神，头长去阁会使活1礼拜，上侪人会惊，阁讨厌的加爪。全世界看来上大的汤拖之一，到遐伊会使拖震动比伊的体重阁较重1400倍的物件。做爱食叉头，定伫落雨进前出现的白虾。还阁有会甲人教咱目睭看无啥会到的目屎。咱厝内有饲猫仔、狗仔，爱特别注意的家走。咱认为嘛为着利益，饲一寡汤拖，亲像饲芳会当卖灭；饲淡仔，伊若吐淡仔丝，会当摕来做衫裤、被、保养品等等。淡仔嘛会叫做牛仔。俗语讲救糖唔通救人，这是一句咧怨叹的话，意思是讲人有时会忘恩背义，咧救人较输咧救糖。阁有一句热气仔话讲：好神滴盈盈壳，砍头砍面，砍头砍面就是头面拢砍掉咧，看无头前。咧讲人足戆，唔知死我的意思。溜、汤拖、虎眼、触角、虎神、家爪、狗虾、救糖唔通救人、虎神滴盈盈壳、砍头砍面。汤拖是真古锥的动物，观察因的生活嘛真趣味。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，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